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火災，一日之間變成火海，造價高達3億3千萬嘅工程。其實喺事發前已經有工程師指出，宏福苑所使用嘅棚網屬於易燃物料。勞工處亦都有回覆表示，安全條例入邊冇涵蓋棚網嘅阻燃標準，同時認為工程發生火災嘅風險比較低。而市民嘅疑慮同擔憂就俾區議員形容為妖言惑眾，一個連普通市民都見到嘅隱患。點解所有政府部門都坐視不理？背後係咪有啲不為人知嘅官商勾結？特首李家超喺事發10個鐘後出嚟表示難過同多謝習近平，但係市民想問嘅係，點解事發之前全部投訴都石沉大海？我衷心感謝習近平主席嘅關心，我亦都感謝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向我提出會全力支持。呢一場5級火災嘅關鍵係棚網，點解政府會將重點放喺竹棚，咁急推金屬棚架，從來唔提棚網質量問題？呢一個刻意嘅失焦，到底係想遮住乜嘢真相？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都認為，真正嘅物質禍首係棚網，唔係竹。有網民想喺小紅書講真話，都俾系統封鎖賬戶。根據宏福苑群組內流傳嘅資料顯示，棚網採購自山東神旭化千城網有限公司，並附有一份由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出嘅合格證明。最諷刺嘅係，當社會提出係咪應該延後12月7號選舉，政府亦都即刻否決延期，不斷強調會做好選舉。好明顯，政府關心嘅從來都唔係市民。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於2014年成立反圍標大聯盟，積極推行反圍標活動。當時林鄭月娥政府表示冇圍標問題。而家林卓廷去咗邊？佢坐緊監，料最快2030年1月先獲釋。以前話班後生為反而反，反中亂港，而家冇晒反對派，結果係點？係咪由治及興，定係由治及興？今日帶大家睇下，政府宣布要巡查大型維修工程嘅消息一出，即刻有多個屋苑嘅承辦商漏夜拆除鄧炳強聲稱達標嘅棚網。當全城都關注棚網係咪易燃合規，原來根據屋宇署同埋勞工處嘅指引，對棚網嘅阻燃要求只係 should be used。無奈嘅係，宏福苑嘅前保安主任第一日返工就發現成個消防系統被掛牌停用，警鐘冇聲，消防泵唔運作，防煙門開住。工人喺棚架食煙，每日收到10幾宗投訴，但係上司唔願跟進，做咗2星期，佢唯有辭職。而工程師潘卓雄早喺2024年已經3度電郵俾消防處處長楊恩健，警告有火警危險。佢同時向勞工處、房屋局投訴，全部都冇回覆。早喺2020年，政府斥資1.5億設立緊急警示系統。第一個用嚟做警示嘅信息係伊利沙伯醫院轉做定點醫院，請勿前往急症室。點解而家咁嚴重嘅5級火災又唔用？由承建商開始到屋苑保安管理、勞工處、房屋局、消防處，冇咗反對派議員嘅監察，唔同嘅政府部門各自踢波射閘，咁多警告都冇人聽。呢一啲唔係天災，係人禍。聯署要求政府調查大火真相，竟然被捕。宏福苑大火死傷慘重，全城市民都想知道真相。但係提出4大訴求嘅聯署發起人中大學生關同學，尋晚就俾便衣警員帶返住所搜證。據報道，涉嫌煽動罪拘捕。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嘅 IG 賬戶同聯署網站同時消失。睇返聯署提出嘅4大訴求，包括安置災民、獨立調查、審視工程制度同問責政府官員。聯署1日內有過萬市民簽名。關同學喺被捕之前，駐港國安公署仲出聲明支持政府毫不手軟打壓以災亂港嘅人，聲稱有人借災生事。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更加親自去廣福邨平台巡視。不過喺尋晚，關同學都仲話唔擔心個人人身安全，邊個諗到正常追問真相都構成煽動。我哋係業主嚟㗎，點解唔俾我哋入去啊？危險，但係部門坐視不理。災民係有權入稟，要求政府交代，但係政府率先解決提出問題嘅人，咁樣唔係令到痛失家園嘅災民雪上加霜咩？政府一路都用同一套招數轉移視線，棚網出事就話係棚架問題，政府部門失職就話係黑暴，話有人以災亂港。咁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嘅問題唔係提出問題嘅人，而係制度本身。等我哋再睇深入一啲，宏業建築工程成立21年，有多宗違例個案。
4宗案件全部以罰款了事，即係話宏業係有案底嘅慣犯，但係佢哋依然可以喺招標入邊得到最高評分，仲可以攞到3.3億嘅天價工程。背後到底有邊個撐腰協助積極推動大維修嘅黃碧嬌？過去1年多次喺業主大會強調要盡快通過撥款，法團、議員、承辦商之間有冇利益關係，抑或存在圍標可能？再睇廉署資料，2023年廉署曾經破獲1宗5億元嘅維修貪污案，拘捕49人，當中包括承辦商、工程顧問、物管同法團委員。部分涉案人士具黑社會背景，樓宇維修行業並非第一次爆出問題。喺宏福苑大火之中，過百人喪生，數以千計居民無家可歸，失去家園。但係政府第一時間並非聚焦於災民安全，而係將焦點放返去國家安全。而家政府扭曲焦點，避開監管漏洞，避開責任鏈，到底推手係邊個？係官，係政黨，係承辦商，定係整個制度？當制度長期失效，監管多年鬆散，仲有邊個可以保障到我哋？本港今年已經有至少10宗棚架起火事故，咁仲可唔可以話係偶然？甚至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嘅第2日，有其他地盤嘅工人急急腳擔住支煙插棚網，唔通呢啲就係工程標準？其實反映嘅唔止係工人個人行為，而係一個長期缺乏培訓、缺乏規管、缺乏安全文化嘅行業現狀。有讀者向本台反映，父母住何文田油站隔離嘅護老院大廈正係進行維修工程。佢表示喺較早前多次就護老院工程地面嘅垃圾桶向1823同警方求助，但所有部門都話唔屬於我範圍。垃圾桶係工程開始先出現，極有可能係方便工人食煙。讀者表示睇到宏福苑慘劇之後，更心驚膽戰，一次又一次嘅意外。究竟係工人無知，定係政府監管長期失效？香港近年大量引入外勞，培訓又係咪足夠呢？佢哋跟嘅係香港標準，定係大陸標準？有冇人真係去查？政府有冇好好把關？監管有冇跟得上？外勞配額批咗咁多，培訓又做咗幾多？當香港被一個咁無能嘅政府掌權，市民更加要放低冷漠，每人做多一步。見到垃圾桶有未熄嘅煙頭，都可以淋翻少少水。我哋要關心身邊嘅人同環境，繼續追求真相，先可以阻止下一單嘅悲劇發生。點解香港政府滅聲仲快過滅火？最近國安處嘅動作明顯又急又亂，一場由貪污引起嘅火災，竟然要動用咁多資源去約談，甚至拘捕質疑者，再高調召見外國記者去照肺，不惜犧牲國際形象滅聲到底，做法實屬罕見。香港人而家都收晒聲，點解佢哋仲要咁緊張呢？其實對香港人嚟講，風險係固定可以控制㗎。你講多幾句嘢，可能被約談，可能被扣查，大家都心裏邊有數。變咗好多人匿名咁用安全方式發聲，但對政權嚟講，風險係浮動同埋無上限。10個茶煲9個蓋，佢哋唔知道邊一日、邊一件事、邊一個人、邊一樣嘢會突然成為另一個引爆點。前公務員黃岸然只係質疑國安處有乜法理依據去禁制民間記者會，就被國安處用妨害調查罪名去拘捕。另外，被國安約談嘅網絡人士更加不計其數。總之，所有質疑都會被視為火苗，要槍打出頭鳥咁即刻拍熄。喺政府嘅邏輯入邊，火災唔係真正要控制嘅問題，要控制嘅係市民嘅聲音，要將恐懼好似滅火筒咁噴灑喺每個觸發輿情通報系統嘅輿論。但正所謂紙包唔住火，欲蓋彌彰，政府咁樣藥石亂投，到底會有乜嘢反效果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點解有人話宏福苑應該要改建做紀念公園呢？原因好簡單，現時嘅樓宇結構已經唔安全，香港亦都需要一個地方等下一代都記低教訓。因為今次大火唔係意外，係圍標、監管漏洞同工程制度等問題造成。有工程師指出，火災之後樓宇結構會受到高溫破壞，我哋唔可能叫災民住翻入去，冇人希望悲劇重演。如果重建成其他住宅，使用者都會用得唔安樂。建立紀念公園同埋社區教育設施係唯一合理同負責任嘅出路。喺宏福苑紀念公園，我哋要有死難者名單嘅紀念碑、獻花區同埋事件記錄，甚至好似911災難嘅紀念館。
教育下一代吸取教訓，唔好再重蹈貪腐圍標嘅覆轍。為咗令災民盡快得到合理補償，市建局可以將災區撥入重建項目，按照慣例用同區7年樓齡嘅價格補償災民，同時利用地積比率轉移嘅方式，將宏福苑發展權轉移去其他大埔區土地，令到重建同紀念可以同時存在。對於災民以至香港社會，遷區重建設立紀念公園係對香港社會痛定思痛、糾正歪風、避免悲劇嘅出路。每年11月26號都會有人悼念、反思、提出制度問題。某啲強權專制下面嘅既得利益者未必咁鍾意，但對城市而言，呢一個係制止管治崩壞、救返香港嘅開始。